好啦，終於等到人足社下個星期一嘅亞冠杯第一場比賽，分別咧下個星期有3個對手啦。第一星期一嘅對手係柬埔寨嘅金邊皇冠，到星期五就有當地主隊嘅吉爾吉斯伊比斯，再去到星期日就有菲律賓嘅卡雅。我哋簡單介紹下金邊皇冠嘅主要陣容啦。咁佢喺近呢1-2年咧，其實都侵入咗幾位外援嘅。咁喺前年咧就有位中場嘅日本球員啦，市川實貴。跟住去到上年咧就再增加一個日本嘅球員啦，黑木愛理。咁去到今年嘅第一季左右咧，再加埋個韓國外援啦，張寶正。最後啦，去到近呢幾個月咧，就加埋尼泊爾國腳瑞卡。咁再加上本身佢哋係柬埔寨嗰個前鋒國腳，咁就相信呢5位主要球員咧就影響大局嘅。由於時間嘅關係啦，以上嘅分析同埋跟住嘅分析咧，其實都係經過 Google 嘅 AI 啦，或者抖包嘅 AI 嘅。而小道消息啦，除咗呢5位主力球員之外咧，相信柬埔寨金邊皇冠嗰個兩邊嘅鋒線咧都有翻一定嘅威脅力，都係非常之速度非常之快嘅。咁我哋拭目以待，睇下星期一人足社點樣應付金邊皇冠啦。